正来啊？唔是，大哥，现在伯伯公主已经兴兵前来，甲伊收成落海，才一大战一场。小雪嘞，那恁老兄弟已经赶到就先讲，公主救兵来，那安尼战况如何嘞？五军大胜，伯伯公主伊的八件宝贝真正厉害，来破伊收成落海的邪术，现在援兵败走了。大哥啊！大哥！老兄弟，大哥，拢是你的功劳啊！哎呀，无啦，我这是小公，伊若要大功劳，就是八宝公主伊。大哥，老兄弟，平安无代志。无代志啊！你看这来，公主，驸马，先生落海呢。你看。死得好！什么？恁先生落海，也死在其中。公主，咱即摆应该赶紧想看有啥物办法无？无办法，一点仔办法都无，完了，完了！国王所有英雄全部阵亡了。咱若要知影安尼，咱不如就投降送掉。拢是怪国王无，当初不应该听信着战前红子阿才的煽动，野心想要夺取大宋的江山，才落得如此的惨败。看啦，国王的江山就要破灭掉了。公主，你即马搁埋怨有啥物路用？你爱赶紧想一个办法。我看，咱也是来献出真珠计，狄青无一定会答应收兵。献出着珍珠的火旗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而已。慢车，千万唔通献出珍珠的火旗。父王，请你给你一个机会，我若是会当出征，害死狄青者，是毋是会当叫着咱国全国的军民心？王丽丽，袂用的，我干那你这个查某囝，你哪会用互你去冒险的？王丽呀，国王所有英雄拢万夫不同之勇，都是狄青的对手。何况你这个查某囡仔人，你哪是狄青的对手呢？父王，我用脚架。报仇啊！是，父王，请你答应我，我出兵替驸马报仇。父王，请你答应我，皇帝。母爷，自从驸马死了，女儿已经是万念俱灰。而且咱国破在眼前，女儿又好笑一死了。我要求父王你，让女儿出征。我要亲手杀死狄青，父王你答应，我要亲手杀死狄青。父王。看我的相爱呀。
你到开始修行落海，所以大讲一件，我就敬你一杯。我所不夜心厉害呀，望我无险请你来呀，恩情修习双双落海，敬你一杯心解呀，心解呀。多谢。我来先啦。当时啊，多少有生命啊，无你手中我袂成，我也一辈向你敬，敬你救命的恩情，的恩情。记啊好啊，敬一个意思哦，敬遐尼久。大嫂讲有实在好啊，无你相救是命无，我也一辈敬大嫂，令我一辈敬大哥，敬大哥。啊，你有够啰嗦，别人一杯就两杯，爱你一个讲话。来，恁就你插过来啦。啊！公主问讲我着害哟，这酒杯来看。用你啉酒成该，一人一杯我无爱，你饮水我归关在啊，我归关在。好啦，你准备醉就是，啊你几时啊？你有看到啦？多少见树令人惊啊！我凭一杯大讲成啊，酒量千套心相了，酒醉失态难为情，难为情。谁哪会用钱啊？我无送你这哪会？安尼无民主啊！公主请你红酒倒，又搁予我来承担。有你，安尼较公平。明知会知，我唔敢，连你也袂害早教。我大家我海中，来哦，来就来嘛！
啦。啥？高声去食后，伊也安尼叫。你吼，袂啉就唔通啉遐济，甲你讲嘛，你就偏偏要啉，这个啉到安尼醉蒙蒙。早是啥人咧醉啦？互你讲我咧醉哦？你看我安尼敢有成咧酒醉哦？迄个烧酒醉的人吼，绝对死都唔承认讲伊咧醉，绝对拢讲我无咧醉，我无咧醉。本来就是无啊嘛。人大哥哦，讲今仔日就是甲公主庆功的呢，啊，逐个拢伫咧啉咧庆功宴哦，酒醉拢无要紧哦。啊，我哦无酒醉啊，我是干那加啉2杯啊啦尔。啊，我即马是淡薄安尼茫茫，徛无啥会调，我哪有咧醉？讲啊屁！嘴敢若会晓讲，招顶贵是酒鬼。我看你吼，甲伊也差无偌济啊。啊，莫讲啊歹听。偌歹听，啊无你都唔承认。啊，我都无鬼，你叫我是？老三，你看，看啥？看遐是毋是人？是个，伊遐无？无咧，诶，啊有，有啦，毋那亲像查某的哦。是都。这，哎，搁咧困啦？啊，真是查某，有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，喂，起来！啊，那安尼，多才咧困，查某囡仔。你是啥？你放心，阮两个兄弟啊吼，绝对毋是歹人诶。无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踮遐困？唔惊去看着？我，嘿啊，若要困吼，毋着转去恁兜困较着，哪会用安尼黑白困？我就是无厝通我转去，唔知的。你无厝哦？奇怪咧，啊，逐个嘛拢有厝，哪会干那你无厝？那安尼吼，你一定有困难呢。你有困难，甲阮两个讲。对，只要你甲阮讲，阮会替你想办法。对，真是咧是无问题，绝对是的。你做你讲。滚你啊！啊，袂讲就要哭。是为姑娘听我悲，落甲本是伊向你，亲人有惨命丧身咯，因厝无厝好找死。遮尔可怜，有影可怜伤同情的。生有落甲，竟有泪满面。现在我又悲在心，唔通伤心。无亲无情无怜悯，异乡客店又随你。啊，无啥事，莫伤心，你伤心嘛。望着姑娘春晚秋，免予落甲再漂流。如果姑娘你嘛承受，只有妻心在他意。严重，那安尼代志有影有较严重，爱解决。对，一定爱解决。啊，那安尼讲，用什么办法甲伊解决？简单啊，嗯，带来去见大哥啊。见大哥。行。啊，唔对，袂用得去的。是安怎袂用得去？你想看觅，咱大哥吼无简单，才有今仔日这个机会，甲公主见面。因真久无见面啊呢，因永暗吼有爱庆祝者，因要应该爱讲的话，啊，咱哪好意思去甲人吵？安尼就对。安尼咱是要安怎？啊，你着小可代志，家己解决。家己解决。要安怎解决？咁较简单，甲伊带来去找小官吼，将因大的问题大声解决。有理，就安尼决定。对，
不过，这件代志吼，暂时袂用个互焦定贵甲老庆知哦。你实在真啰嗦，是为什么袂用个互伊知？哎呀，反正袂用个互伊知，就无毋对啊啦。好嘛好嘛，唔莫讲就好啊。姑娘，你要做啥物名哈？我叫做阿丽啊啦。阿美啊，你就是要做水，嘿，有成哦，确实有影有水姑娘。要乱来啊你啊！你高兴头讲无？踮咧遐甲遐手，迄阿水啊，会你惊着你知？阿水啊，我带你来去住，但是爱有一个条件哦。阮娘内面，你是袂用学地走的哦。我知影啦。袂用学白行哦。来，行来。对，袂用个。哎，讲安尼甲我等下，这种物无意思呢。公主，你看，河东有路归漂流，丽影双双明月中，浓情蜜意暗思乡。我知我他心不要用。出良宵不相由，怪你自己误春秋。并非早甲袂对求，原谅我当初欠注定。哼！公主，莫生气，怪我做事太懵懂，求这下面你相公，下面两字不免讲，不该辜负老夫翁。朋友，我第一个生气啊！你后遐若失望，伊当然嘛是生气啊。这一摆，伊本来是无想要发兵，是我偷偷啊带着3000名的女眷走来救伊的呢。这拢也是怪我唔好，莫怪赵夫王伊会这么真生气。虽然我是偷偷啊走出来，但讲王伊早就知影这个消息啦。若不是我叫伊靠劝父王莫阻止我，我哪有法度通走来救你？哈，较讲就是武后对我上好啊尔。嘿，父王嘛对你袂歹啊，伊只不过是一时的气怒而已。后摆啊，你若有良心嘛，你就毋通将父王放袂记。哼，是讲我伫咧想，父王一定会看在两个小孙儿的份上，宽恕你。对啊，我哪这么真糊涂？哪袂记去问起讲，你生的囝是查甫啊查某？公主，无啊，你是生家蛇鸟子啊？双胞胎，而且拢是查甫。啊！一生相生，啊，我即马毋都两个囝的老爸咯？哈哈哈哈！哇，真好啊！哎呀，安怎？公主是安怎样呢？我感觉头壳。你头壳安怎样呢？公主。